来到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，来到参与在我们线上直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。今天晚上也是一个奇妙的祷告会夜晚，今天是一个神要彰显大能的夜晚。OK， 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在这个时候，有任何的这个烦恼、忧愁的，或者是你有所挂虑的，我们就放心的仰望、交托在神的面前。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今天是一个新生命的夜晚，今天是一个新盼望的夜晚。OK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位置上面站立起来。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跟神说：主，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是一个新生命的祷告会，是一个新盼望的祷告会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因着我们的祷告，因着我们的呼求，一切都更新，新的生命，新的盼望，新的价值观在我们里头发生。新的对这个灵魂的负担在我们里头发生。数到3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1、2、3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今天晚上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，今天晚上是一个新生命的夜晚，主要有新的见证要在当中发生。主耶稣，从现场到我们线上，我们同步的来，同心的来敬拜你。我们不分国界，我们不分时空，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仰望交在神你的手中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一个新的盼望，新的生命，新的话语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！谢谢你，献上一切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。阿们。跟你身旁的人说，今天晚上看到你，感觉真好。今天晚上看到你，感觉真好。我们要来拍手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神是最好的神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的神是最棒的神，阿们，阿们。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来说。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宣告神就是我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继续拍手来敬拜他。对主说，除了你，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从头来宣告说，主，除了你，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哈利路亚！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举起我们来宣告说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宣告说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
到永远。当我们再从头唱一次的时候，把这首歌当成今天晚上我们一个最真实的祷告。我们跟神说：主，除了你，我们在地上还有谁？阿们。阿门。在天上，我们是神做宝座的神。阿们。阿门。一起拍手来，继续来敬拜他来。来，除了你在天上，带着盼望，带着信心来对他说：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让神带领我们来敬拜他，天使天军都与我们同在。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。一起宣告说：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拍手来敬拜他说：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神就是我的力量，哈利路亚！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。最后一次宣告来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，宣告到永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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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永远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跟神说：神啊，是的，你的爱存到永远。主，你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存到永远。让我们用这份爱去爱那些 best， 让我们用这份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这份爱去爱我们的邻舍，把这份爱赐给我们。数到3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1、2、3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让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来看顾我们，你带领我们的生命，主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神你的爱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去爱人，主你的爱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圣经上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是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不论我们是什么身份，不论我们在哪个位置，神的爱永远不改变。阿们。这时候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十万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我们再从头说，每对宝血为我而流，哈利路亚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十万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
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不管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们再更深的说，美的宝血，美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每个刑罚，每个刑罚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我们一起举起手跟神说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不管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再一次跟神说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不管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们自由的敬拜，我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求圣灵在这当中运行，让我们拥抱被爱拥抱，无论我们在多么的疲惫或多么的软弱，神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不管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不管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。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在上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
我与你爱隔绝。不论是胜利或死亡，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撒旦站在天父的旁边，不断的指责约书亚，说看拿他的衣服多么的肮脏啊，看拿他这一生多么的失败啊，看拿他的老搭档这个所罗巴伯，他们重建圣殿花了好久的时间啊，你看他们都如此的年迈，他们的工作如此的不利。上帝啊，你看看这个你所拣选的约书亚，约书亚被指控到他低着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说，他是我从火中所抽出来的。即便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堪、难过、肮脏、污秽，即便撒旦你怎么样子去指责、指控、控诉，即便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他仍然是我重价所赎回的百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被贴上这样子的标签，好多人在指责说你这个不行，那个不会，甚至你自己也这样相信，说我这个不行，我那个不会。我生命当中有好多这样子痛苦难当的事情，甚至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家人，指责我的小孩，指责我的家人。米非波设他出生就被每次提到他，就知道他是个瘸腿的。在书上看耶稣的那个矮子，叫什么名字？撒该，人家看到他就矮子撒该。他每次都是用这种轻蔑的方式指责，他越被指责，只有撒该就越怎么样，收越重的税，他就越发的去报复。直到耶稣看着树上对他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们住在你家里。”用温柔跟慈爱去拥抱他。米非波设一生充满哀伤，他这个瘸腿的人一生就被人家说那个掰开，那个掰开。只等到耶稣那个大卫对他说：“你来跟我一起同桌吃饭。”他们生命重新有了恩典之后，生命重新得到转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当中有被贴了许许多多的污秽，贴了许许多多的标签，贴了许许多多难堪的事情的时候，神用他的恩典来拥抱我们。你是被神为了神领受神所爱而生的人，你不是为了领受你生命当中那些难堪、挫折、失败、污秽、肮脏而生。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生命的碗去拥抱这一些不该于你生命当中的东西，然后把它锁在最珍贵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常常把神的恩典、神的救恩，把它放在我们的金库以外。然后你就觉得说，好像我应该抱着这个东西，我的生命是活该的，我的生命应该要接受这个。不是，你的生命是要接受神的爱，你的生命是被神所救赎回来的，阿们吗？我要跟神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主，我就是被你所爱的孩子。即便我生命过去有一些不舒服，有一些失败，有一些软弱，有些跌倒，但是我遇见你之后，我重新开始。那不就是圣餐的意义吗？”他每次拿起饼来，拿起杯来，就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所舍的。这杯是新约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纪念什么？你们是被重价所赎回的百姓。”所以我们要祷告。我说：“主，让我生命当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碗，我生命当中的容器，我并不是要装一些污秽、肮脏、不堪的东西。你用什么东西来定义这个容器？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如果桶子里面装的是水，它是水桶。装的是喷，它是喷桶；装的粪，它是粪桶。但是它如果里面装的是饭，它是饭桶；它装的是金，它是金桶。你生命当中装的是耶稣基督，你就是耶稣基督所爱的器皿。阿们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跟神说：“主，挪我生命当中的污秽、肮脏、难堪以及不舒服的地方。我是你所爱的孩子，我是为了接受你所爱而生的。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是你所爱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是你的那个金桶。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装着你的恩典，装着你的爱在我们里头。我们有这个爱，我们属于你的爱。哈
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耶稣，我们向你来呼求，主，我们真的是要装进神你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每一天都呼求你，我们更多的呼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耶稣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求你带领，求你看顾，你的生命要带领在我们里头。哈利路亚！主，让我们的灵与你的灵相连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阿德勒学派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幸运的人一生被他的童年医治，不幸的人一生在医治他的童年。”就是说，如果他的童年是非常被爱、被保护、被拥抱的时候，他一生就充满自信、充满力量，走他人生的道路。那如果从小是被遗弃、被指责、是被这个控诉的时候，在医学上，小朋友在肚子里面他就有感觉。如果这个妈妈她非常忧郁、非常的难过、非常的惊慌，在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就会充满了，他就能够很清楚的感到忧郁、惊慌、难受的这样子的情绪在当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不是只有在我们的，你不管你过去的童年怎么样，不管你过去是快乐或失望，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就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阿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个重新开始的力量。阿们。所以每次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聚集就是为了要强化。RPG 说聚集就是一个神迹。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神迹？因为2、3个人奉主的名字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就可以更放心大胆的跟他求？因为爱我们的主，他就要把我们的难堪、羞愧都挪去。主，我的童年不是很快乐，主，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失败。主，我现在就面对婚姻的难关，我现在就面对亲子关系的难关，我现在就面对经济上的难关，我现在就面对工作上的难关，我现在就面对的时候，你就说主，此时此刻我站在右昌教会，我站在这个圣地当中，你当初拣选这间教会，就是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倾心吐意。我这时候就老实坦白的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不行了，主，我好累，我没有办法。今天晚上让我遇见你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现在祷告，主，今天晚上让我们遇见你，主，今天晚上让你再一次的夺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属乎你。主，我们也许有被伤害，我们有失败，我们有跌倒，但是主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交在神你的手中，我们会得胜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耶稣。主，你带着我们得胜，经历那复活丰盛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我们向你来呼求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向你继续的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。再次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个绝。我一直深信，我们是被神所爱的。阿们。即便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困苦难当，或者挫折失败的地方，有一些跌倒，有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，
神必然会回应你生命当中的难处，神必然要把他在天上预备好的恩典丰盛的赏赐给你。所以每次在礼拜3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个领受神丰盛恩典的时候，越祷告就越蒙福。所以每次牧师做的祷告是，当他们怎么样愿意给人祝福的时候，主你就加倍赐福给他们。所以坐在旁边说，你是蒙福的人，是蒙福的人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？龙中哥没有，龙中哥调整口罩，对不起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秀玉姐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很久没有过来做见证哈，其实每一次都很挣扎。那我最近上了幸福大学下学期，又上了那个隔天的那个幸福线上的，那第一堂的幸福那个大学，其实我最近很挣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免疫性的问题，而且非常严重我曾经高到1220，然后肝指数高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做辅长完以后，那所带的所有的全部都受洗。那我心里说，哇，神啊，真的像陈牧师说的，我从那个马拉西跑到以法莲上，我已经从那种进到昌盛。那昌盛是让人传福音没有错，这是我一生的愿望，就是我先生走了以后，我要服侍神。那为什么给我得到我的那种病大概快10年，为什么会指数越来越高？那时候师母，我觉得做同工很好，因为牧者都会为我们祷告，还有小组长也会为我们祷告。那一天在第2次要当辅长的时候，我就说有一些隐了哈。那我就跟师母半夜的时候，我就跟师母说，我压力很大，可不可以我不要做因为我都睡不着。然后师母，我很感谢神，就是把我带来这边第2个宣教师的个性的师母，他不会勉强人，就是我很害怕事工给我压力，所以我不喜欢位分那师母就说好，那就休息。其实我那一个休息的很不平安。那我知道他有一天晚上大概半夜3、4点，圣灵让师母起来为我祷告，那我就很感动。那接下来我就到荣总去再一次看的时候，医生也吓一跳，怎么可能这样？赶快类固醇要在家，还是你赶快先去肝胆肠胃科。那一天是因为我要做超音波，还有做那个，所以我是没有吃东西的。然后我进去看的时候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300、500、600，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1200多这样哈。然后他说马上再去抽血，那我去抽血，是不是我空腹都没有吃东西？我就去抽血，也没有吃药啊。回来的时候就中保，很多的中保代祷者，哇，大家拼命的为我祷告啊，景贵姐很多人，我知道招弟很多。然后拼命为我祷告，甚至我在那当中，我也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样移园啊，什么该怎么样办啊？这边烧一烧，把我带回去台东的兴旺园，就放在我先生的旁边，这样都全部想好了。结果没想到就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，因为那个医生比我还紧张，是美英姐介绍的，她每次都看我可以走路都很好没什么事，不太想理我这样。结果她那一次就超紧张的，就把我安排1个礼拜就回诊。她一看，先去肝胆肠胃科，她说，你有吃什么药吗？我说没有啊，就那一天你马上叫我抽血，我就抽血，药也没吃啊。他说不可能啊，为什么会降下来？怎么降到正常了哈？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呢。我说你要给我什么药？要不然保肝片啊？他说那个保肝片你要几颗我都给你啊哈。这是肝胆肠胃科，再来回到免疫风湿科。
那个免疫风湿科是我这辈子哇，吃类固醇，我本来是鹅蛋脸的，现在要吃到现在把病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的时候，然后春晖我们的小组也拼命的祷告，然后他说秀姐，我觉得你就是没有病啊，那个荣总应该是有问题的啊，怎样啊哈，结果我就说哦是这样啊，好，反正那时候通通听很多的声音啊。结果就回去看荣总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也是问我，他说：“怎么你的那个指数怎么降到几百啊？好像300多哦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吃什么药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呢。”然后那个主任，他是主任，我说：“主任，其实我都没有吃药，我是基督徒。”我知道我们教会的牧者还有我们教会很多人在祷告，还有我们有一个姐妹还有很多人说啊，是不是你荣总的检验科有问题？他就跟我说开玩笑，他没有说开玩笑，他一直笑，不可能啦，我们一天就有几万人在用那个仪器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啊？他就说我说这样啊，那就是我的上帝天父爸爸医治我，然后归荣耀给神在我这一块哈。那接下来真的，我觉得，特别是那个潘师母这一次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信心哈。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，但是每一次他都拉着那个牧师这样爬楼梯，其实我看着真的很感动。我就觉得第一个我感动的是潘牧师这么爱老婆，再来就是师母那个脚肿到那个样子啊。其实刚刚我看牧师一点累，但是我的脚不能站太久，所以我就会偶尔会坐下去哈。那再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看每一次潘师母坐在第一排的时候，我不敢坐。我就说神啊，你的仆人，你的使女站在那里这样来敬拜赞美，我应该勉强我还可以，因为我的脚没有他那么肿啊，一直碰到最近的时候，接下来我就不太敢接什么副长啊，接什么那个，因为以前我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我只要一接征战就过来了，那接着我的病就这样莫名其妙就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我的孙子佑有没有？那一天记得也是祷告会，那个牧师就说我们来为修姐的那个，我甚至跟神求死，我说神啊，若是不管是仇敌或是怎么样，让那一个病在我的身上。像这个其实是错的了，有点说你折寿吧，把我的生命给这个孩子，因为他才5岁的孩子，你居然让他在那个妇幼那边一直找不到原因，然后我们大家的祷告、中保的祷告，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转院。后来神也照着我们的祷告，就转到长庚，他居然得到川崎症，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。我说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怎么让他得到这个不治之症？结果我们那次也是经过弟兄，有些人生病不要让人家知道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亏欠。外邦人不要让他知道了，但是主里面一些祷告的勇士，特别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一些，真的要知道。祷告的时候拼命的祷告，我在家也祷告，加电话中所有的祷告到最后。今天他们来我家吃饭，我为了要确实我今天要不要做见证，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，佑还要不要再去长庚复诊？她说妈不用了呢。我说那他就是得医治了。她说对啊，是得医治了。我就觉得哇，神啊，你真的像那一首诗歌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但是我却把那一些主恩都扣留。你看我那时候一直求，一直跟大家说为我的事，接下来又是我的孙女，没几个月又我的孙女变成狭心症，也是去长庚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踏出去，
我想要去传福音，我想要走的时候，为什么每一次就是这样子？但是我跟神说，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每一次要到教会去带敬拜赞美，也是这样。神让我想到，我有一次开车，我就含着眼泪，我就开到台东的宫东高工的时候，我就对着天空说：仇敌撒旦，你跟我听着，不管你怎么样来对付我，我仍然要服侍我的神。就从那一次以后，就没有再因为我敬拜赞美了。所以我虽然这一次我还是拒绝没有去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上的这一些课，特别我感谢神把我带到师母的周三小组，还有我仍然继续接受装备。虽然这是我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背一些圣经章节，还有很多的高山低谷哭泣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。人家每一个人说秀文你很会祷告，秀文你很会讲话，因为你是老师。我说我有时候讲到最后我不想讲，我说不是，是因为神给我在那一些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去经历他的神迹奇事，以至于我可以能够勇敢的在众人的面前为他做见证，以致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带所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。我说如果再让我重来一次，我真的没有勇气，因为那是神给我的。像刚刚讲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真的。我所以很多牧师那一天说已经都背不起来，但是很多的圣经章节我背得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曾经在田埂，然后半夜的时候骑着脚踏车，神对我说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神，你不要惊惶，因为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谢谢师母，如果潘牧师母有看啊，我希望加油加油，谢谢，他也帮助我在门下的时候。所以说你的新陈代谢要好，就是要传福音啊。你的电解人的那个甲根啊，以前我们都很看清这个东西。就有师母她就是全身无力，然后会想吐，吃不下饭，然后这身体不舒服。然后后来验血一验出来，哇，她的钠太低。那原来钠太低就是因为她吃的不够咸呐，哈，那所以吃咸一点就补回来。那这新陈代谢的问题就是说，它没有办法过多，它没有办法代谢。然后呢，太少它也没有办法自己产生、自己生产出来。那你不觉得我们教会是这样子吗？有时候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话，就新陈代谢出了问题，懂吗？我那天看牧师在分享，他说，如果福音事工只是我们其中30个事工当中其中一个，那我们就是1/30的一个，把它当成是一个福音工作在做。但如果它是我们所有我们的全部，我们30个工作、30个事工、30个这个的不同的，不管是外展事工、教会的祷告会，都是为福音而存在的时候，那不是30，那是3000，那是3万，因为我们是为神而活。事工它主要一个目的，我一直讲了，事工这个目的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，它里面会老化、会萎缩，没有新的人，它就不流动了，懂吗？它不流动，那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，那它就会产生，它就会生病，然后它就会死亡。死亡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离了，他不晓得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。教会不晓得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当然就死亡了，他当然就没有力量了。他当然他就慢慢，他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聚会他也不晓得在做什么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教会要能够恢复新陈代谢，就是福音的工作。人要恢复新陈代谢，就是去传福音嘛。因为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这所谓相信的，就是我相信，所以我愿意去分享我所相信的那位永活的真神。圣经里面讲说，要用水借道来接近教会，水就是永活的水，流动的水，道就是神的话。道来的必定不可，
耶稣在祝棚节唯一一声大声喊说：“来我这边喝我这水的，必不再渴。”祝棚节叫象征丰盛。他说：“你们就来，你们就是要把人带来这边。”启示录里面讲，信他的跟跟从他的，当耶稣大声喊说：“来！”他们也跟着喊说：“来！”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就要像启示录里面那些圣徒一样，我们要一起跟着神喊说，跟着耶稣喊说：“来！”就是去传福音嘛，把人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让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够自由的运行，让我们自己的基因代谢跟免疫系统能够越来越好。所以我们要为修一节祷告，为我的师母祷告，为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，让我们都能够让所有需要耶稣基督的人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更深的去祝福我们的福长、幸福小组、开跑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困境，有很多很多的拦阻，不论是来自内部或外在的，我们都要求主来除去他们这生命当中的拦阻，让他们能够快跑来为主而奔跑，除去他们生命当中的拦阻，带领人来上帝的面前，得到更多的这个得救的灵魂，为得救的灵魂。我要为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的福长们来代祷，求主恩膏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更多的领受上帝丰盛奇妙的恩典，破除一切撒旦魔鬼的这样的咒诅，破除一切恶使恶者的这样的属灵的攻击，好叫他们越服侍越甘甜。我们看这个有办幸福小组的福长，请举手一下。幸福小组的福长，请举手。加九，那我可领幸福小组呢？哦。那个摄影机先不要拍，等一下。你们可不可以大家加油一下？可以吗？还是我们很多福长没人参加祷告会？要我们开始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那个福长们要鼓励更多人起来办幸福小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为这些福长，而且能够兴起更多幸福小组的福长来祷告，求主帮助，让教会能够以这个我们教会不是1/30来传福音。100%来传福音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呼召你的百姓一起来共同来承担福音的工作。你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传福音的特权。你拣选这些百姓，让他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主，并且带领其他未信主的人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得到那为主未得的灵魂。奉主的名，要借恶者的攻击。奉主的名，要用宝血来洁净福长侍奉的同工。在这里是你的圣洁之地，你的恩膏必充满在所有悠长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，好叫他们领受的是救赎，是恩典，是福气，是健康，是平安，是喜乐，是丰盛的大能，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愿你再次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再领受黑暗，不再领受咒诅，不再领受病痛，乃是求神的恩膏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在你没有黑暗，在你没有病痛，在你尽有满足的喜乐。
谢谢主，再次充满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来看这个瑞吉执事，我们掌声欢迎瑞吉执事。我分享的比较简单一点的，RPG 祷告嘛，刚刚都是女生或是妇女，那我们是男生，好像男生那 RPG 祷告就没有那么强哦。那我们的 RPG 祷告，我说实在，我自己也认为哩哩啦啦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有 RPG 祷告之后，因为我邀请我们 RPG 小组为妈妈跟爸爸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情况来祷告，因为爸爸也80几就岁了，照顾妈妈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2-3年，他情绪常常不好，我常常想要来晨祷，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挣扎就对了。我每次晨祷回去就是听爸爸很大声的这样责骂我妈，我就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的。但是就是昨天我爸在早上在邀请我妈妈陪伴她走路的时候，我爸的情绪是很好，而且蛮赞赏我妈的。我晚上再去找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我就跟我们 RPG 小组长世军牧师说，我们虽然这样祷告啊，就是这样成就，不是很强，但是仍旧成就，让我的心蛮感安慰的。再来一个就是，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事实上神的恩膏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温暖，现在仍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的心，健壮我们的心智。因为我可能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左臂这边也常酸痛，也大概有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了。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就改善很多，牧师在讲的时候又改善很多，修一姐在讲的时候又改善很多，这个现在整个都放松很多。所以在祷告、敬拜、赞美的时候，神很奇妙的同在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有时候那种改变，人的改变，我相信神的能有瞬间医治，但是我也相信神在一点一滴的去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尤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会一点一点的去改变，一点一点的去扭转。但是疾病的问题，神也能够瞬间医治，也能够一点一滴医治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跟所要来探讨的。那究竟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？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？怎么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难题？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直接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1章7到17节。帮我放一下经文，谢谢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。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在我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
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所以当马大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棒，就是说主啊，我知道，他先提出疑问说，主，如果你早在这边，拉撒路就不会死掉了。然后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就是要再复活。那马大说，对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知道他会复活。但是乍听之下，他非常理解真理，他也非常清楚。很多时候，他非常理解耶稣要做的事情，以及他非常理解这个真理。他非常理解真理，但是他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困题、困难跟难关的时候，他遇到他弟弟生病、他的弟弟死亡的时候，他却卡住，他卡关了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后来耶稣往里面走，就遇到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她坐在家里，她知道耶稣来，她坐在家里，她可能在生气，可能在忙，可是玛利亚回答的问题，回答跟这个马大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他们知道真理，可是他们却信心软弱了。他们却信心他们却对神、却对耶稣却有一些这样的质疑。知道吗？这不是他们的问题，也是同时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的脑袋都知道真理了，我们也经历过神迹，但是每一次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关或卡关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就陷入疑惑当中，陷入这样子对神的这样的信心动摇当中。相信我自己也在这段时间也经历很多的信心的动摇的摇摆。我在这段时间我也经历过流泪的祷告，也经历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祷告，但是看到这个状况越来越糟糕的时候，你不得不相信，不得不怀疑神的大能跟救赎。说牧师，你是牧师，你会怀疑？当然会怀疑啊。当然会惊慌嘛，当然会难过。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理，我们不是不了解，但是当我们遇到生命的难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惊慌，仍然会难过。但是神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来彰显他的荣耀，因为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懂吗？他在这中间这的经节前面，他们呢在哪里？耶稣还迟了3天才到。你知道这3天是多么难熬的事情。你只要病人这个生病的时候，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，一天你都觉得痛苦，每分每秒你都觉得痛苦。师母发烧的时候就推到急诊室去，发烧到40度的时候，每分每秒都是痛苦，都不舒服。我就急着说，赶快给他打退烧针，赶快怎么样？就你看到医生这样慢慢的晃过来。我知道他们很累啊。那一天呢，他们急诊室人非常多。然后你就看到医生这样晃过来，然后发烧40度，那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就心里在呐喊，快点，40度哎！可是对他们来讲说还好啊，就40度，还有更严重的在那边等着。可是对家人来讲是非常惊慌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等待的时候，等待神迹的时候是非常惊慌的。等到遇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，是非常惊慌的，懂吗？即便耶稣现在就在那里面前，可是你认不出他是谁来。所以马大跟玛利亚问耶稣同样的问题，可是耶稣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他们完全听不进去。他们说到末后的时候，耶稣说不是，是现在就要彰显神迹，是现在。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现在就彰显神迹。但是我们在等候遇见神的时候，是非常痛苦难当的事情。保罗他花了36年的时间，他是真正的遇到上帝。所以在我们生命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难堪？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难堪跟生命当中的难题，要彰显他的荣耀。亚伯拉罕的难堪是什么？他的名字叫做多子之父，多国之父。可是他一个孩子都没有。等到他100岁的时候，他才拥有一个儿子。神用他的难堪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亚伯拉罕的摩西的难堪是什么？神让他80几岁的时候，重新去面对他过去生命当中的这个仇敌，面对他过去生命当中的问题。所以他要这个被呼召的时候，他重新回到埃及去。神用他的面对他的难堪，面对他的仇敌，来去彰显他的荣耀。面对他的过去，来面对他的荣耀。约拿的难堪是什么？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去传讲福音，但是他去逃跑了。他最后还是回去面对了。他用面对仇敌
这个难堪的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。约伯的难堪是什么？他面对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他流泪难过的时候，神让他在能够面对他，我生命当中最珍贵的珍宝，并不是在于我拥有什么东西，而是我能够与神面对面。所以我们看过这一节经文嘛？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这神亲自对他启示说，不是你生命当中拥有什么是成为珍宝，而是你能够与我同在。记得吗？摩西他这一生的呼召，并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。很多人哀叹说：“啊，好可惜，他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。”对不起，摩西这一生的呼召，并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。很多人都说：“哎，好可惜，他没有进入迦南美地。”他这一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与神同行。你如果认真看，他与神同行，这是他这一生最美好的呼召，他是这一生最美好的命定。因为神跟他说，在生命记的时候跟他讲说，你只剩下1个礼拜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山谷大声当中大声去宣扬神的话语，为了要让下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存活的以色列人能够去与神重新立约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他是领受神话语的人，但是能够去承接神应许的人，就是约书亚那个时代。能够去实现神话语跟应许的，就是约书亚跟迦勒那个世代。所以我说迦勒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老人了，他那时候非常老了，结果他要去打仗的时候，他就跑跟约书亚说：“兄弟，派我去。”为什么？因为那山地40年前就是我的，我要去得到那个神的应许跟山地。所以神他真的去得到那个土地啊，懂吗？这是抓着神应许而活的人。所以神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，来彰显他生命当中的荣耀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难堪，来彰显他生命当中的荣耀。拉撒路的死亡，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基督的难堪是什么？他背着十字架到哥哥他山上，他背着，他面对死亡。十字架在当时是咒诅的记号，是非常难堪的，他衣不蔽体，被高挂在那个地方，他衣不蔽体，被人羞辱辱骂，被许多的人讨厌。基督的难堪就是他面对众人的离弃，面对死亡，但是他的3天之后复活，他却把这个难堪来彰显神奇妙的荣耀，懂了吗？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。就说我不行，我难，我不可能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按照我的个性，按照我的能力，我是不足以牧会的，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牧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深深知道我生命当中不足，我能够服侍，我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都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所以我才能够服侍。所以我相信所有侍奉同工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是靠着神的圣灵的大能，我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如今才能够站立在这个地方。但是神却一次一次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堪，一次一次拨开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重新来到神的面前，重新站立他的面前，你才能够拥有新生。所以能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绝望的时候，就是能够重新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绝望的时候，就是你越过那个绝望，重新站在神的面前，与神面对面。说糟糕了，我不行了，我难过了，我不行，我软弱，所以要与神面对面，坦白诚实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所以当门徒他们要走3天的路程去那边的时候，其实呢，这个他们不是很想经过那个地方，因为呢，有人会拿石头丢他们，那个地方对他们不是很友善，那地方对他们并不是非常的欢迎他们去那个地方。那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什么？你们白天有12个小时可以做工啊，你们白天有12个小时可以做工。他告诉他的学生说什么呢？说并不是说时间很宝贵啊，所以你们要快的去做工，并不是。他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他的用意是告诉他的百姓说，我们走在光当中，如果在黑暗当中，你必然跌倒。这黑暗就是绝望嘛，你面对绝望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跌倒。有12个小时可以做工，我还在的时候，
就我还在的时候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跟着我走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们去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7个我是，他说我是光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生命之光啊！哦，走在我当中的，哦，他们必不会跌倒，懂了吗？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这我们就应该要珍惜与神在一起的时间，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，以及分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堪。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有用的资源去面对困境。我们算算看，说，哎呀，我们可以拥有多少的钱，拥有多少东西可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，以至于我们忘记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边等着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吗？12年血肉的妇人，她亲眼看到耶稣站在那个地方，她用了12年的时间，花了好多的钱，他们还要想要去改变她的生命，但她没有办法做到。他没有办法做到，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讲那个38年瘫痪的那个人啊，他躺在那个地方啊，38年在那个地方，他是病中之病，瘫痪当中的瘫痪。但很多的人，他们都在等到遇到耶稣基督之后，他们生命得到全然的改变。血肉妇人去抓住耶稣的衣坠子，耶稣叫瘫痪38年的人起来行走。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或他们说了什么，或者他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恩典，有什么功劳，所以神医治他们，而是神本来就把医治的恩典预备好，要给所有见他的人呐。你记得那个眼睛瞎掉的人吗？耶稣把唾沫吐在地上，然后和了泥，然后重新敷在他的眼睛当中。他在重创什么？创世纪当中，上帝用这个泥呀，去捏人的这个情景当中，他在这个行动当中宣告什么？宣告说：“我就是创造生命的主，你是我所创造的。你的眼睛并不是缺陷，我爱你，你要重新能够看见。”你知道吗？这个动作有那么大的含义在当中，以至于下次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就做见证。许多的人就问他说：“哎，就是攻击他。”他说：“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们怎么攻击他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他使我的眼睛看见。”就是那一位使我生命的难堪能够重新挪到旁边去，让我重新看见我生命当中有神的荣耀与我同在。你弟兄姐妹知道吗？神会用我们的难堪为他成就大事。我一直这样深深的相信。早上医师说，我就问他说，因为生活不太舒服，他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那医师也跟我讲说，如果按照这个打药的速度的话，要打到天荒地老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之前说的，今天早上他跟我讲说，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院。他说，再检查、再观察，小心一点的话，在1个多礼拜、再2个礼拜，顶多就可以出院。因为他的指数原本非常非常高，秀仪姐，他指数非常高啊。可今天跟我讲说，降到10以下，8以下。他说已经快要消失不见了。原本那个脓样非常大。可是现在已经缩小到3公分了，因为那个脚非常粗，3倍大，现在已经缩小到脚哇卡了。他就说，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工作，对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工作，医疗能够尽的，护理能够尽的，我们能够尽的责任，我们的尽的。接下来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站起来走路，重新回到我们当中。我相信秀仪姐所说的，她会站上台重新来敬拜，我相信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使用我们的难堪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因此我在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在病房里面走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想什么，但是呢，那护理长就非常感动。护理长我说过，他因为看我们这个网路，所以他认出我来，哇，你是右昌的潘牧师，我们礼拜天下午都看你的讲道啊，然后他非常的开心啊。然后呢，我在那边走，其实我是晚上睡不着啊，惊慌睡不着。然后有时候白天我在那边走。是因为我自己心里在焦虑难过，我有时候在想讲道高，或者是在做一些牧区的事情的时候，在边走边思考的时候，那就有人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在那边。”有人就阻止我说：“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哦。”你有什么事吗？就护理长就阻止他们说：“他在为整个病房祝福。”没呢喏，我心里很多忧虑。你知道真相了吗？但是后来我就知道了，他提醒我，我要为整个病房来祝福。
我还为整个病房来，不是只有 focus 在师母这个病床上，而是我们成为光，成为盐，就是为这整个病房来祝福。所以以至于他们的病房非常非常的气氛非常的好，非常的不一样。然后护理长就今天跟我讲说：“哇，舍不得你们出院，麦安呢，不要舍不得，该分手就要分手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成为光，成为盐，神用我们的难堪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即便我在难过，即便我在焦虑当中，我在那边走，人家认为说，因为你是牧师，所以你在为这整个病房来祷告；因为你是牧师，所以你在你当中就充满智慧；因为你是牧师，所以你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。我们的主治医师有时候甚至忘记我是病患家属，他会邀请我说：“走，我们一起去巡病房。”说不要吧。不要吧！我能做什么？我能做不就是祷告？我相信有很多的病人他是需要被祷告，需要被安慰，需要被拥抱的。弟兄姐妹们，神使用我们的难堪，在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面对，跟他面对面。说我要讲快一点，我要讲快一点。所以马大跟玛利亚玛利亚后来出来之后，再见到耶稣，他的回答跟马大是一模一样的。他知道神迹，他知道耶稣，可是他常常看不见耶稣。即便复活的主在他面前，他仍然看不到。很多时候，神迹会阻拦了我们认识神，你知道吗？说怎么可能？有可能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只寻求上帝的手，而不寻求上帝的面。我们常常会寻求上帝的帮助，而不寻求上帝的本身。我这段时间一直经历说：“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医治我们。”可是神喜欢听这些，当然他也会帮助，他也会喜欢倾听。可是他更喜欢听到他的孩子说，转向那个困难说：“主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父，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帮助我得胜的神。主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与我同在。”你知道吗？神喜欢来祷告，神喜欢神喜欢你知道他与你同在。这就是圣灵要内住在我们当中了。只是等到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明白什么？后面没有讲，但是他要清楚的讲，约翰福音清楚讲，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明白神与我们同在。只有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能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能够被神触摸。我的狗狗，因为师母生病的时候，我都会，可能有一点是这个叫做补偿心态。我们请敬拜团上来，谢谢。我要讲完了哈，我要把握时间。祷告会就是要祷告。那我就煮那个鸡肉，你知道吗？那煮鸡肉之后呢，我就会拿给他们吃。他们拿给他们吃，就那个肉汁会滴在地上的时候。那他们就在地上一直找那肉汁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看不到我手上的肉啊，他们就一直为了那地上几滴的肉汁而打架，为了地上的几滴肉汁疯狂的寻找。可是他看不到我手中的这个肉，我觉得好可惜。我就重新叫他名字说：“你们抬头，你们起来看看，我要准备好大一锅肉要给你们。”不要只寻求地上的肉汁，不要只寻求人手的帮助，你不要寻求那有限的医疗资源，你不要寻求那个奇怪的这样子的世间的资源。我们应该抬头仰望神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所有一切美好。神要在我们生命的难堪当中去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堪的，可是神要我们去经历它嘛。神就是要我们去经历它。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在生命当中最难堪、最绝望、最害怕的时候，你仍然站立起来，在神的面前，你转向神，对他说：“主，我知道复活在你，生命也在你。现在就让我经历你，现在就让我经历你。”求主的恩膏再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跟敬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，回应我们的对神的爱。再次说：“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。”
无论是胜利或死亡，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对，举起你的手说，何等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，再次宣告说：何等长阔，何等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，宣告说：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生命和你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当他来宣告，无论是困苦、死亡、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的生命要充满祝福，我的生命要充满恩膏，我的生命要充满喜乐。困苦、难当、疾病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我是神所爱的孩子。因此，我要到神面前大胆的向神呼求说：主赐福于我，赐福于我，赐福于我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你赐福于我，主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是你赐福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赐福于给我们，将你的福赐下在我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！主让我们天天经历到神你的带领浇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我们向你来呼求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你帮助我们，你眷顾我们，你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主赐福于我们，你的爱，主你的爱天天的浇灌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求主帮助从天而降的恩膏，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兴起福音，更多的人得救的灵魂加在右昌教会当中，兴旺这个社区。求主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凡进到右昌教会，他们都经历神奇妙的恩典、医治的恩典、丰盛的恩典，就要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教会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，右昌教会是右昌的光，右昌教会是右昌的光和盐。主，你要祝福我们，使我们发挥那极大的影响力。使我们就像那灯塔照亮那整个右昌。主你呼召百姓，主啊，你呼召百姓，不仅仅是右昌，整个左南，主整个高雄都要听见右昌的声音。我们被复兴，我们被眺望，我们要经历着复兴的大能，复兴的水流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！主，让我们天天都有新的 best。新的朋友来到右昌，右昌是一个多元的教会，是一个领受的教会，是一个受祝福高摩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要求神的复兴再次临到在这个高雄这片土地当中。我们要求主再次帮助我们。所谓复兴，就是恢复神的作为，恢复神的荣耀，恢复神的心意在高雄这片土地当中。
我要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这个男子是整个高雄的中心第一代，男子是这个心脏，当心脏强的时候，其他地方就强盛了起来。我们教会就站在属灵的制高点，我们就站在老跟旧的中间。所以我们教会有原住民，有新住民，有活肉郎，有客家人，各式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，一起为了复兴而摆上。所以我们站在属灵制高点，我们要更多的为高雄这片土地来祷告。你怎么祝福，神就怎么样祝福你。求主的复兴临到高雄这片土地，让各教会都能够兴旺起来，都能够为主得到更多的灵魂。我们轻看羞辱，我们轻看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拦阻。神的大能就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众教会当中。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年代，而是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年代。求主帮助我们彼此有更多的连结，新一代的牧者要连接，更深的连接。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兴旺他的福音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主，你让我们整个的南子地区，主要整个的主南地区被你给眺望。主，我们就是那核心，我们就是那中心。主，你来眺望，你来复兴这地，让我们众教会、众弟兄姐妹、众牧者同心合一的去为着复兴来祷告，为着复兴来付出实践跟行动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只是幼长、众教会不分教派的，就是要来为着迎接复兴。主，你帮助众教会。天天都有圣灵的水流，天天都经历到圣灵的复兴的大能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耶稣，你垂听我们祷告，祝你向我们倾倒你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圣灵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来呼求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灵或是亡，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耶稣基督向你伸出他钉痕的手，你可以从他的手掌当中看到他背后的被钉的十字架，你看到他那个钉痕的手，就是为了要遮盖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软弱，所有的难堪。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对神说：主，我走我现在生命当中的难堪难题。主，有时候我真的是过不去，主，有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软弱，主，有时候我没有办法，主，求你帮助我。主，我这时候就需要你的帮忙，就是此时此刻。阿们。主，我这时候就要大大的来爱你，我要大大的领受你的爱。主，求你给我力量，主，求你让我更清楚、更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主，我这时候就要你的医治的大能临到在我的身上。阿们。主，我这时候就需要你的丰盛的大能临到我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就放心大胆跟神求说，挪去我生命当中的羞辱，我要单要领受神的爱、神的平安、神的大能充满在我的家庭当中。我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祝你祝福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心中、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时常会有卡住的时候，是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是会有无法前进的时候，迷路的时候。圣灵，你来浇灌，圣灵，你在前头为我们引导。主，你就像那云柱，你就像那火柱，天天的引导着我们。主，你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难关，主，你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风暴，主，你带领我们前进，更多的依靠圣灵。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与圣灵同行的时刻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向你来呼求，我们向你来仰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不断的向你来呼求，我
我们仰望你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要跟神求，在右昌教会的选举年，我们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长子同工来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选出长老跟执事，是为了要带动新一代的复兴，让人赶上黄金10年的浪潮，他们能够看到复兴的恩的这个浪潮来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的同工非常的重要。耶稣用祷告选出他12个使徒来，我们用我们的祷告选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长老执事来，能够一起来经历这复兴的浪潮。我们求主恩膏。当然也为了牧者来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是合神心意的牧者，我们能够越变越像耶稣基督，越来越有基督的心在我们的牧者的生命当中。特别为潘牧师来祷告哈，让我能够有一个更柔软的心，越来越像一个牧者的样式，越来越能够有荣美的形象。我说的不是只有体重，而是生命的品格。好不好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长子，用祷告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同工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右昌教会在下个月我们要选这个长子。主，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时刻。主，每到这个时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，你为我们预备新一代，是未来整个黄金10年的适合我们的同工，适合服侍的同工。主，你为我们预备，不管是长老，不管是执事，主，你为我们预备，这些都是你所拣选的，让他们热心做完这个服侍。在这个呼召当中，主，你给他们明确的一个指示，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为着我们的教牧团队，我们的牧者来祷告。主，你为我们预备也要为这个70周年的筹备以及这样的庆典，我们不是在庆祝教会70周年，而是教会庆祝神的恩典70年不曾改变。神不断的赐福在右昌教会当中，所以不断赐福在我们的当中，所以我们要拿什么献给神呢？就是要更多的得救的灵魂，更多的去这个宣教，更多的去得到灵魂来。疫情不能拦阻我们，各式各样的困境不能拦阻我们，我们乃是看到神的恩典不断在右昌教会当中来彰显。所以我们要庆祝的是70年之间神的大能、神的爱充满在右昌教会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爱你。在70周年，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呈现在你面前。我不是给教会界看，不是给哪个牧者看，我们是要做给你看。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棒的这样子的美好的见在你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在70周年的庆典，整个预备的过程、筹备过程呈现，都能够让主的心十分的满足，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，陈列在神面前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，你为我们预备明年度是我们的70周年。主，右昌教会是你所设立的这个教会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主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服事当中，主，我们有整年度的一个庆祝，求神你继续带领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求你来看顾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为我们预备这个70周年，从任何的活动、任何的筹备从上到下，让我们有同心合一的心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更要求主的大能再次充满在所有在病榻当中、在医院当中或家人当中有生病的。我们知道瑞如姐妹，我们知道师母，我们知道修一姐的孙子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需要被医治，需要被保护。阿们。需要被神的大能再次充满在当中。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更要信心的来宣告，主，你的大能不离开。你医治的大能一直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向神呼喊说，在你的教会当中，我们就要见证到那神奇奇事，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每个礼拜3、每个礼拜天，
我们都要有人跳起来说：“主医治我的身体，主医治我的身体。”就像瑞吉哥所说的，在我敬拜当中，在我祷告当中，神一点一点的医治我，到我痊愈，在现在此时此刻就痊愈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会是充满力量的。我们要看见医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呼喊三声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肢体，主这些有软弱的、身体有病痛的，在医院在治疗的，在家里休养的，神在我们透过每一次的祷告，主你来医治他们，主你一点一点的恢复，给他们有重新的免疫力，主对，给他们有新的细胞，主让他们身体恢复健壮，主就如你重启出那创造的好的样式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呼求，祝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你所爱，是你所创造的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你，让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要跟你说，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就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亮光。主，我们在你里面没有疾病，没有羞愧，没有难担当的事情。所有的事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谢谢主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力量，带给我们医治的恩典，与弟兄姐妹同在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拍手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！再一次说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一起来宣告，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来说。从头来说，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。宣告说，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。最后一次宣告说，神是我的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神正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怎么宣告你是悠长教会的力量？在2021年的下半年到往后的10年，你要让我们看到复兴的浪潮重新兴起。阿们。主，求你再次恩膏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你的大能叫平安要充满在你所爱的教会当中。阿们。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盼望。你要在我们的难堪当中去彰显你的荣耀。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再次用信心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用祷告来建造我们的生活，用赞美来看见复兴。谢谢主，所以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要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对旁边的说，你是蒙福的人，是蒙福的人。哈利路亚。